台北101初三进行3年一届的董干事改选，随召开董事会，第10届董事长是由调访上近的法人代表嘉永杰接任。财政部表示讲，希望运用伊的专长，让台北101少年化、国际化。面对着新职务，嘉永杰表示已经有真侪想法，上任了后会和团队做伙来拍拼。清一色乌色的洋装，嘉永杰第一摆以101董事长的身份和媒体来见面。伊讲家己是用新生报道的心情和学习的态度，会和专业的经营团队做伙拍拼。对是台湾观光代表的101，伊心内有真侪想法，希望打造全新的观景台。观景台在整个人流，然后整个业绩，其实跟之前相比呢是差异非常的大。世界各国摩天大楼的观景台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标。那如果说连我们的国人都不是那么支持的话呢，其实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另外，安怎来成国际观光客？嘉永杰嘛讲，因为目前台北101国际旅客上济都是韩国人，初步规划和韩国的现代百货合作，嘛计划邀请韩国名气做观光大赛。我其实有一些初步对韩国的这边的计划，像是可以跟泪之女王的百货、现代百货，然后有一些合作。那因为刚好我们也有一些认识，对，所以大概会是往这个方向去走。那个历任台北101的董事长，2004年第1任的董事长是陈敏芬，韩国集团第2代经营者林明宏，2009年接。第3任的董事长是基金教母之称的宋文琪。2015年，迄当阵的总经理周德武升任董事长，接落来是正常经验真完整的周学顺来接任而且连任。2023年，台北101的营收和得利拢创新高，嘉永杰是第1的艺人董事长。董事长非常的阳光正向，而且我相信他的公关行销的能力一定非常好，所以会让台北101更有能见度。伫初三的董事会，101的总经理朱丽文因为营运的成绩真好，董事会是请伊继续做。朱丽文讲，新党组嘉永杰的活力和人脉，会替101来注入更较侪活泼的元素。估计2024年，101不管是上班的出租率和来客数，拢会成长1成以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